各位兄弟平安。哦，这个天气凉凉啊，真好困。啊，落大雨真歹出门，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愿意出门来甲礼拜堂，哦，也是离开眠床，来做伙伫山顶来学乐咱的主。哦，咱第一首要来唱圣诗第391首，圣诗391首，学乐天顶主宰。爱注意吼，倒数第二句吼，俄罗三一上帝哦，倒数的第二句俄罗三一上帝吼，咱等下吟的时阵爱注意。好，啊，刷来咱来吟圣诗第34首，圣诗34首吼，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吼，啊，这话咱来看第40个歌词的第二句，吼，这安怎念？做我，我们是看着同样的吗？第4节歌词，哦，第二句吼，做我顶牌，哦，做我顶牌保护因带，啊，搁有好，这首歌歌词爱注意的就是这，啊，咱这首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好啊，哦，第1甲第4。天父上帝至大仁爱，你的我心永远无变，可惜情人最不知，伊大慈悲时现。第4节。主大仁爱，永无变化，做我顶摆保护因带，心意的人，通知永远欢喜无路无山。好，咱这首咧吟的时阵爱注意吼，第一句是咧啦咧咧，啊，第3句是咧啦咧咧，吼，第3句爱甲加了，吼，这爱注意吼。啊，第2句的部分，伊是用附点的方式来表现吼。啦哩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吼，咱下甲手较活泼来吼，用附点的方式，吼，好。啊，咱刷来要来吟圣诗第438首，吼，啊，这首的话，咱爱注意的所在有第1节的第4句，吼，第1节的第4句，歌词的部分，吼，这是雨水，吼，雨水，啊，游完第1节的第8句，甘雨、甘雨。哦，甘多雅雨的雨，哦，毋是雨，毋是甘雨，吼，雨水甲甘雨，哦，咱等下吟的时阵爱注意，哦，啊，搁有，差不多好，啊，咱这首来吟吟全首好啊。啊，咱等下吟一个主歌的部分先吟，啊，副歌最后再一次吟，吼。愿的产业好种子，无久就会不依。这是对主大归来，雨水是上悬啊。当天落雪看退就热天是起飞游。歌抒清风
好，第二节。万有无论是远近，是对主来生存。路边花草喜装他，以后起光那那。波涛风迎顺好意，交加是主有情。风咱是主行哩，美牛伊会摆美。第三节，天白远大乌努力，感谢你大慈悲，也情受我这情形，你赐福拢无停。但愿爱保住阮的，求请老阮所献，谦卑感阮的心情，是你所爱的幸福歌，是伟大幸福美，是主所赐福气。感谢主，来感谢主，因为伊大恩赐。好，真好。450首，450首，恳求上帝赐阮祝福。这首歌的 melody 咱大家拢真熟。这首是咧讲咱为着咱家庭的关系来写的圣诗。所以咱等下咧用的时阵，会咱想看觅，咱的家庭是毋是照这个歌词，咧教示咱的。照圣经咧教示咱的咧做，若无，咱要安怎来改正？咱这首歌咱来用第1节、第4节甲第5节，145。恳求上帝是阮赐福。保佑一家安乐，是大是小，信主基督，大家听好无？第4节，安稳小家。生地上，毋敢放纵思想，迄世快乐，迄世艰难，求主赐阮平安。第5节。那求主点阮中，正找爱的路大家相听，彼此好无，享受地久。天国。这是礼拜开始，请走乐。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上主的罗卜啊，恁着称赞，称赞上主的名，愿上主的名受称赞，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34首，圣诗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起立来吟。请咱犹原徛伫三甲額頭來祈禱。天父，阮的上帝，今日是你所定的日子，阮用喜樂的心來到你的聖殿來朝見你，對你無比的疼，互阮雖然佇罪犯中，猶原有機會，因為主耶穌的體恤，有對你遐來得到赦免，通成做你的囝兒。也通伫你的聖殿內敬拜你、阿羅你、服侍你，享受伫你的恩典中，願感謝你。今日也是母親節，感謝上主，互阮有母親，對於看無家己的疼，對於獻出家己所有，用家己的青春來養飼阮、教育阮。保守阮，替阮歡喜，毋甘阮来受苦，为安尼，伊为阮来流目屎，一喙饭，一滴水，请阮长大，互阮通真心感受，也亲像至大的主，你看无家己，为阮付出所有，迄种疼的本质。感謝上主。阮中間濟人，也因為父母因疼的見證，因信仰的堅持，互阮通對因來明白天父上帝你，也成做阮一生上大的禮物甲福分。佇即個節期中，阮特別想念阮的老母，佮猶原佇阮身邊的，願要閣較珍惜你賞賜，互阮通甲伊同行的日子。求主保守阮的老母，身體勇健，靈魂精英，伫每一日攏有平安喜樂，甲伊三甲伫地。若是伫迄天國，天父上帝你所為伊備辦的所在，
愿意伫主永远的平安中享受主的同在，也期待日后咱会当过相见的欢喜。听阮的主，阮即时也要为着阮的国家目前所拄着国际经济的挑战，国内国会的乱象来向你祈求。阮伫所面对的挑战中，看到阮人的罪恶性，阮的政治人物为着家己的需要，权力、自私、贪婪，随讲各种诡诈好听的言语，暗中却选择做不公不义的事，也得到危害国家主权甲人民的权益。主啊，实在愿你真正的平安，就是伫公义中的和平，临到伫台湾，互属天的价值真正实践伫台湾。愿即个所听的，你所喜爱土地顶面，最近为着抵挡强杀势力亲门大户的影响，阮看到青年站出来，无眠无日做志工，进行公民罢免权的行动。因甘愿受人攻击辱骂，也悠然勇敢的徛地，为着台湾，为着咱的未来，静静地做工。对因的勇敢甲坚强的信念，阮看见毋忘，愿主成全所有你看最好的事，互即阵为着台湾守望、付出代价的人，有坚强的心智、勇健的身躯，为台湾拍拼，互台湾真做有疼、有公义的国家。因为安尼，主啊，搁一摆，我要亲像细囝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你的赦免。阮的母亲上帝，伫母亲节的即时，求你也亲像老母，用你温柔坚定的心，用疼的手来牵阮，带阮日日用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带阮行伫你所喜爱、阮爱行的路，通伫今日就活伫你的真理、你未来永远的国度中。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也要学习主所教示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拄阮袂看袂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即时，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39篇，启应文第39篇，这是出对以赛亚书第2章，咱做伙来启应。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国拢会溢来赶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要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释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伊会将刀拍做犁头，这国无搁举刀攻击迄国，我国的歌仔就来。即时，咱来吟圣诗438首。圣诗438首，阮内残也好经济，请起立来吟。
请坐。咱做伙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因为你的恩典，互阮好胆进前敬拜你，仰望你对天来的福分，恳求你将要互阮逐项的好物对天降管压，丰丰富富赏赐互阮，会通得到你活命的养赐，亲像春天的雨水。秋天的甘露，生命得到润泽，伫真理内面生根建造，将你疼的力量将阮发出，影响别人，引传人归正，互万民拢知你的救恩，众百姓拢知你奇妙的作为，互你的名得到高举，你的国度日日扩展。阮安尼祈祷，是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10节。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10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第1节。旷野甲大树的地要欢喜，沙漠要快乐，亲像玫瑰开花。玫瑰要开花无成，要欢喜欢呼。伊要有黎巴嫩的荧光，要得到加密甲沙润的光彩。因会看见上主的荣耀，见到咱上帝的光彩。着互软弱的手坚强，互无力的骹头徛在。心肝惊吓的人，恁着对因讲：着坚强，毋免惊。你看，恁的上帝要来伸冤，上帝一定会施行报应来拯救恁。迄时，失明的人目睭会看见，失聪的人耳孔会听见。摆开的人会亲像鹿着跳，袂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风波要有水沁出，沙漠要有江河在流，炎热的沙地会变作水池，在龙大的所在会发青草、芦苇甲蒲草。伫遐要有一条大路，人家伊叫做圣路。无清气的人，拢袂当对遐经过。迄条路是为着上帝子民做的，行迄条路的，连戆人拢会迷路。伫遐无驶，凶猛的野兽嘛袂出现。伫遐人袂拄着野兽，只有受救赎的人会行迄条路。上主赎回的人会倒转来。
唱歌来到西安。永远的喜乐会做因的花冠，因会欢喜快乐，无阁有悲伤吐开。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要请圣歌队24班来献诗，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感谢上帝赐我救主》。这时，咱请黄春生牧师讲道，题目是上主应允的拯救。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参加伫地。今仔日24班通过感谢上帝赐我救主来带领咱来敬拜。
我厝的内面咧讲起，感谢上帝赐我救主，感谢主赐去我目屎，感谢伊赏赐温暖家庭。伫我厝中间每一个层面，拢献上感谢，因为伫今仔日特别的日子，伫遮也要来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妈妈送个弟弟。特别伫今仔日礼拜中，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少年团契的学生，也要做阵来献出祝福的时光。母亲节敢一定伫5月的第2礼拜吗？其实全世界无同款的所在，有无同款的纪念母亲节。那亲像挪威伫2月第2主日，因的纪念。乌克兰伫3月7日的纪念，英国、爱尔兰伫大灾节期的第4礼拜的纪念。5月第2礼拜正做母亲节，这是近代才有的。5月第2礼拜，这主要是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的美国，因为要安慰伫战争中间失去囡仔的老母，毋望无搁有战争，毋望会通失去每一个老母的目屎。但是咱去想到，顶一世纪人类的世界短短伫20年的中间，发生2摆世界大战，特别第2摆的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超过7000万人。战后，世间人对伫和平的渴望，也互这个母亲节伫战后，伫真侪所在受纪念。通讲和平是做一个老母上卑微的祈祷，期待讲无搁有战争带来死亡的威胁。伫顶主日，咱咧读到以赛亚34章的时阵，迄篇是一个末世的审判的诗篇，一描写灾难来的时阵，惊吓临到，挑战咱的感受。经文的内面咧描写着尸体无人安看，所以迄个臭味满世界，火烧甲遍地，连山岭拢互迄个火所扬去。所以顶礼拜咱咧读34章的时阵，迄是一个互人真惊吓审判的图像。今仔日咱读到35章的时阵，咱会当感受到头前迄个战争、迄个审判已经过啊。35章所带来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这就哪亲像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母亲节受真侪国家的纪念。这也是世间人对和平的渴望，也促进这个母亲节伫战后伫各所在受纪念。通讲和平是做一个妈妈上卑微的祈祷，期待无搁有战争，无搁有带来死亡的威胁。34章的审判，毋敢若是为着审罚。上时阵也是要互这个受压迫的人为着因来申冤。34章毋是单独的存在，因为伊续接35章。因为35章互咱看到救恩甲盼望的预言。审判是用以东做代表，救恩是用以色列做中心。一边是审判毁坏的画面，今仔日咱所读到的是伫沙漠的中间，看见玫瑰开花，重建复兴盼望，甚至是医治甲喜乐的景象。迄是上帝对伊的百姓最后的救赎的画面。这就哪亲像设立母亲节所期待。甲34章迄个以东性
成做一个真强烈的对比。咱今仔日所读到的35章，描写伫一个圣洁的路，是一个中见，一个喜乐。这也是要呼召咱爱用敬虔、公义、怜悯来见证无属伫这世界的国度，来传达上帝施行的拯救，赐落5万来带领伊的百姓进入喜乐的主。咱来看今仔日这章的这个内容，咱先来看第1节甲第2节，这2节的描写。甲前34章迄个毁灭的图像是真无共款的。34章看到是荒废，无人徛起；但是35章的时阵，沙漠旷野，却是安怎遍满开花，显出上帝更新救赎的大权能。过去的旷野、大树的所在、沙漠，今仔日有改变啊！要带来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特别第1节咧讲起旷野甲大树的地要欢喜，大树的地，互人看到是无黄茫，但是伫遮看到这大树的所在，竟然会欢喜，就是安怎？伊有一个新的恢复的开始。这嘛是显示上帝对这个受造界一个重新创造的气力。沙漠要亲像有玫瑰开花，这互咱看到，因为上帝的介入，所以土地受祝福，复兴起来。玫瑰要开花无生，要欢喜欢呼，这拄拄是要描写上帝所带来的救赎，和这个绝望的所在，成做一个充满生命气力的所在。特别第2节，以赛亚讲起着3个地名，讲黎巴嫩、加密、甲沙伦。这3个所在伫古早以色列，互人当作是天堂的地带，因为伫这个所在，黎巴嫩关山有这个香柏茶、香柏木，迄上顶是一种的荣耀，是这种山岭真青翠。加密伫以色列北边，是生产真侪农作物的所在。沙伦的所在是一个平原，有真侪花草、玫瑰、百合花伫遐来生长，所以伫古早的以色列人将这3个所在、这个地带看作是全国上富裕、亲像天堂的所在。所以这个描写，以赛亚要互咱知影，原本是大树爬远的旷野沙漠，但是有上帝定心的迄个临在，迄要成做完全的改变，亲像天堂一样。这唔单单是爬远的旷野得到改变，其实伊也象征以色列人灵性的顶头生的意思。这互咱看到，伫末世中间，全地拢要得到复兴。伫这神学家奥斯沃，伊咧强调讲，这段经文展示迄个创造的次序、恢复甲更新。沙漠搁一遍改变，亲像爱甸乐园迄款的天堂的所在。这暗示上帝的救赎的行动，唔单单是包括人的灵魂，也包括整个受造的世界受造物。上顶上帝要互这受压迫的人得到尊荣，得到丰盛。这唔是物质上利益，搁较是神学上上主要带来改变。所以咱看到这个经文的时阵，迄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开始，互人充满盼望的，
煞只咱来看第30甲第40节的描写。伫这段经文的描写，会强调上帝拯救伊的子民，来带来复兴。同款是对34节真强烈的对比。34节会讲到毁灭中的审判，35章的时阵会讲起恢复甲盼望。而且讲软弱的手，无力的骹，上顶人伫困苦的中间无助，真野善。但是先知以赛亚勉励人民，恁着安怎爱坚强，免惊吓，因为上帝亲自要带来拯救。经文的内面咧讲起，上帝要带来审判，伊要来施行报应。这个字眼，审判就是讲上帝对过去受迫害、受到无公义对待的人，一切压迫、受伤害，上帝拢安怎？上帝要来去拯救因。这个拯救唔单单是脱离对敌的压迫，嘛包括灵性上的复兴、改变。所以有圣经学者爱讲起，35章所强调的迄个恢复，唔是干那物质上的重建，搁较是灵性上的更新。所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的画面，这个图像，上顶以赛亚临到的时阵，上帝的子民因的身心灵拢会通得到完全的医治。学者瓦特布克们伫遐一讲起，讲这个信息咧宣告上帝的掌权，唔干那伫迄当时受掠的百姓中间来安慰因，其实对今仔日的信徒来讲，嘛会提醒上帝无离开今仔日上帝的百姓。检采伫困境的中间，上帝悠然的掌管一切。咱若看到咱现代的社会中间，咱面对各种的挑战、病痛、经济压力、战争甲无确定的未来，检采互真侪人心内惊吓、信心软弱。但是今仔日，咱若看到第30个第40节，伊就成做咱一个真要紧的鼓舞。伊的鼓舞啥物？坚固软弱的。这段经文也爱唤起教会爱成做一个鼓舞者，彼此来提醒上帝无弃杀伊的子民。每一句话拢看到，互这个软弱的人会通得到徛在，伊的手会当坚固，口头语会通徛在。这段经文也爱提醒咱，爱有这个强健的信心，唔通惊吓，反倒转，咱爱坚强。咱也看见咱台湾过去，无论是伫2028以来白色恐怖，一直到伫民主化这个过程中间，有偌济人对过去是无盼望的。但是咱看到伫遮个讲起，唔通惊吓，咱就爱徛在做上帝爱咱做的，行公义、好人民。所以，因为咱肯定上帝，都是伫咱的中间。所以，当咱咧坚持祈祷、倚靠上帝的时阵，咱就会通伫患难中间经历伊的同在甲拯救。第三嘛，互咱看到一个展望弥赛亚的国度。伫经文的最后，会讲起伫基督内面，伊来到伫世间，伊医治有病痛、头房受掠的，伊对四国话彻底的宣告，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这也提醒咱目前眼前，检采咱拄着偌济的艰难，咱的盼望应该放伫弥赛亚基督的内面。因为最后，伊一定会带来完全的恢复甲救赎。所以面对咱的困境、软弱甲惊吓的时阵，以赛亚先知唔敢若带伫迄当时大的安慰甲盼望，
伊也互咱今仔日，咱每一位信靠上帝人知影，会讲起上帝一定会施行报应来拯救恁。所以咱毋干那是听候迄个困苦结束，咱是爱积极去倚靠这位掌管一切的上帝，因为伊最后一定会亲自来出手，带来医治甲拯救。所以，咱来看第50甲第7节，遮所讲的是人甲这个大地受到医治。这个经文有一个真强烈上帝拯救的信者，人的身躯、大自然，拢对伫迄个攀远大树、转往丰盛。特别，咱来看第50咧讲啥？迄时表达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迄时会讲起上帝救恩的计划实现啦，弥赛亚的时代临到啦，天地万物拢要经历迄个全新的翻转更新。这个新的时代来临，灵性咱的感官拢要改变。伫遮会讲起失明的，无论是肉体的失明，还是灵性的失明，拢会通安怎得到恢复，会通认捌真理，看见上帝作为。失聪的人耳孔，伊会当安怎听见？我想毋干那是肉体的耳孔，搁较是咱心灵的耳孔会当听入神旨所传讲的信息。摆卡的会当恢复伊的气力，上定咱生命的更新。袂讲话的，就是咱过去咧讲哀悼的人，伊会通唱歌。唱歌是对上帝的懊恼，伫迄个安静无法度出声的中间，竟然会通出声来发出懊恼的声音。弟兄姊妹，咱看到这个描写的时阵，你想到啥物？我想到是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第40甲第50节，伊所行的。耶稣对加西利约翰的门徒所讲的话，因为加西利约翰受掠关伫家里，无望啊！到底什么人要带来新的时代的一个改变？加西利约翰找伊的学生讲，去问耶稣。你敢是要来迄一位？耶稣甲加西利约翰的学生安尼讲：你等于甲约翰讲，车妹会当看见，摆卡会当行，太高的会当得到清气，臭耳人会当听到，死人会当国活，散车的人有福音传落因。你去等于甲讲这个代志。耶稣所讲的，其实就是引用这段的经文。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伫耶稣所讲的这个所做的事工的中间，已经得到应验啊。所以加西利约翰，伊毋是干那看到伊所做，伊的学生倒来甲报的时阵，伊知影，伊所传的迄一位的弥赛亚。伊讲，伊为着伊来开路的迄一位，已经临到啊。所以先知以赛亚书35章第50甲第7节，毋干那是对犹太人受掠得着讨饭转来，国且是互咱看到末世迄个弥赛亚时代的一种的展望。经文有一个末世的性质，会讲起上帝国的临到，全然的复兴。这个全然的复兴包括人类，包括大自然全面的更新。古约学家不可们伫遐强调，大自然的恢复，甲人受到医治，迄是上时阵的进行的。这个图像会显示上帝拯救计划的全面。当上帝的同在充满伫这个世间大地的时阵，毋敢若人
会通得到医治，连爬远的旷野也会有水泉，青翠的草埔、芦苇的生长等等遮的。这个画面是哪亲像一个新天新地的画面，人甲大自然做阵受医治，做阵更新。市民会当看，摆卡会当跳，袂讲话会通唱歌，这拢是显示弥赛亚的拯救。毋干那是伫个人灵性的顶头生，搁较是一个受造界的复兴。这也是咱今仔日的期待愿望的。那像一开始我讲到母亲节一个意义，就是老母卑微的祈祷是愿望和平的临到，无搁发生过去两届世界大战死实真严重迄个时代。迄个时代就哪亲像人落伫地狱的中间，但是母亲节是咧期待将来的世界无搁有迄款的残忍。将来的世界是啥物款的世界？先知咧甲咱讲，迄是一个弥赛亚临到的世界，人的灵性、大地拢得到更新。煞只咱来看第8节甲第10节，伫这段经文内面出现一个圣洁之路。这指出上帝为着伊的子民备办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要通往摊拄仔所讲的迄个弥赛亚的道路，迄个世界，一个更新的世界。这款更新的世界，若是伫迄当时，因是受掠到伫巴比伦。因要转来到伫锡安，伫这个路上所行的路径，上帝安怎会引带因？其实咱台湾，咱嘛当去想象过去对伫受压迫到伫今仔日民主化这条过程，其实若亲像受掠的转来到伫上帝所应允的地，咱嘛是共款咧行这条圣洁的路，敢毋是？咱来看这条圣洁的路，对于迄当时犹太人来讲，是一种受掠归回的道路。圣的路是代表上帝为着伊的百姓所备办的道路。这条路是上帝家己备办。同款的台湾咧行这条路，这嘛是上帝为咱备办的，敢毋是？咱咧行一条受讨棒的路，对过去受压迫、进入民主自由的一个新的时代，台湾的民主只有短30几年，这个几年的中间变化真多。这条路，上帝甲咱讲，这是一个圣洁的路，咱也期待咱会通社会、咱的国家是充满灵性的一个所在。这条路是专门为着受救赎的人民来设立的。一讲到无清气的，是无法度行上这条路。什么叫做无清气？就是咱的心甲上帝的价值是违背的。咱上帝讲伊是圣洁的，所以咱就爱圣洁。咱的价值若无行伫上帝的价值内面，咱就是一个灵性上无够格的人。咱要行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发展的时阵，咱的确爱转来掠上帝做咱的中心。经文内面咧讲，这个愚妄的人、愚昧的人，愚昧的人是指什么？就是分袂出方向的人啦。到底要行迄条路，还是行迄条路？咱今仔日台湾内部嘛是同款，咱到底要行台湾主权的这条路，还是安怎归往中国迄款极权的路？台湾伫这个路的中间会徘徊。但是即摆愈来愈清楚，上帝爱咱行的路是掠上帝做中心，互咱会通得到讨棒的一条路。咱若行伫主的道路，咱就袂迷失。这表明
上帝救恩毋是出于人的智慧，乃是上帝亲自来带领甲保守。上帝已经保守咱脱离过去的威权的时代，脱离过去白色恐怖的时代，咱已经进入到伫民主化的时代。这条路，通讲是上帝为咱台湾人所备办的路。若是放伫迄当时，犹太人因受掠到伫巴比伦，转来到伫耶路撒冷来重建，这对因来讲，嘛是一个圣洁的路，是为着要互这个民族会通看见亲像天堂一般，谈拄我讲的三个地带的所在。伫这段经文一讲起，这条路无阁有使野兽的出入，意思伫爬远的旷野、危险的旷野内面。但是这条路野兽无阁伤害因，无阁有使。这意思讲，头前所拄着的阻挡，上帝家己会安怎，家己会处理。咱只有安怎倚靠上帝来面对所行的路径。同款咱台湾，随往的民主化过程中间有真侪窒碍，这个窒碍就若亲像狮共款，要吞食人，要伤害人。但是这条路若是上帝爱咱行的，伊会为咱开路。这款的开路，毋是干那地理位置顶头的路，搁较是灵性，互咱得到得胜的路。弥赛亚的国度会带来完全全然的平安。煞接伫这段的中间一讲起，最后有带来喜乐甲救赎，因为转来到伫上帝面前，转来到伫锡安，人就若亲像对无五望进入五望，对罪恶进入甲上帝永远的同在。所以，这段经文内面会讲起，无阁有悲伤讨愧。这句话就若亲像启示录最后会讲起新天新地，无阁有悲伤流目屎，无阁有这款的讨愧。这已经完全是安怎？上帝的同在。在这段经文内面有三个概念：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子民就安怎爱圣洁？那亲像旧约圣经内面咧讲起，上帝讲我是圣洁的上帝，所以你就爱圣洁。圣洁的上帝会引带圣洁的子民，所徛起的所在爱成做一个圣洁的土地。同款的，咱对过去受压迫到伫今仔日，咱袂通行回头路。咱得到讨棒，咱袂当去压迫别人，这是一个圣洁的道路。因为有压迫，这个土地就是无圣洁的。所以圣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所要起造的是圣洁的土地。所以人民需要圣洁，遵守上帝的话，互这个土地因为有实践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话。这个土地也安尼受到祝福，是真做一个圣洁的土地。旧约学家 John Oswald 伊咧讲起，讲以赛亚35章描写一幅这个弥赛亚国度的画面。这个画面是恢复，是医治，是更新。这个圣洁的路是上顶上帝引带伊的百姓所行往一条新时代、新世界的道路。咱来想看卖，这首圣洁的路的诗歌带予咱什么款的信息？我想有两项会通做阵来思考的。第一项，上帝无放弃找求伊的人，上帝应允要转化咱的生命，转化世界的历史。以色列旷野甲流亡的背景，这毋是干那伫以赛亚先知的时代是安尼，迄嘛哪亲像
出埃及记内面所描写的画面，因伫旷野流亡，但是伫即个诗歌的中间，圣洁的路，这条路对因受掠到伫巴比伦，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也是讲对埃及，对出埃及出来，进入迦南地，这个道上，拢是真类似的。每一个时代，有无同款的这个道上，但是迄个道上，通过先知，互咱看到的，迄个道上真类似。那咱亲像咱台湾人，我拄仔所讲起，过去咱伫受压迫的中间，得到讨棒，进入民主化，进入一个有五望的时代，这拢是一个行圣洁的路。以赛亚35章是一个充满五望的预言，关系上帝如何伫以赛亚内面，互万事万物拢得到更新，实践基督内面所带来的应允甲祝福。即种的描写，互咱看到伫苦难的中间，咱犹原会通得到鼓舞。因为伊甲咱讲，上帝要互这个趴远的所在成做乐园，互软弱的得到坚强，受掠的得到讨棒，得到自由，受苦的要进入迄个阳光的内面。而且咱会当看到，至少有三项。第一项咧讲起，这是一个属灵的医治甲更新。现代人也陷落伫这个灵性的痴迷。灵性的摆卡，甚至无法度讲话的状况，痴迷的要得到看见，也象征咱的灵性眼界要得到拍开，重新看到上帝恩典甲真理，摆卡会通摇起来，这意思讲信仰生活会通有精神活跳的生活，无法度出声哀告的人。因会通得到改变，会通大声来学乐，所以这毋单单是身躯的医治，也是心灵深处的重建。这款灵性的医治更新，这是一个无简单的过程。咱台湾过去，无论是受压迫的时代，白色恐怖的时代。遐个受难者甲伊家属，因今仔日会通做阵出来，会通讲因的故事，迄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有一个人叫做潘英雪，伊的老爸伫礼拜的时阵来过身去，伊伫迄个中间。惊吓，无法度讲话。伊安怎要暗藏伊家己的身份？伊安怎？伊将家己摕乌炭抹甲规面乌乌的味。这个故事后来有人甲描写出来。这款的故事伫咱台湾的中间。检采嘛，真做咱在看这段经文的时阵，一个反省。过去有的人受压迫，今仔日得到生命的更新，这就是先知咧，甲咱讲起，迄个灵性上的改变，下到会当唱歌，摆开会当。跳跳，咱嘛期待台湾过去受束缚，未来会通伫国际、国卡会通跳跳，国卡会通安怎发声？过去台湾对世界，咱拢亲像下到一样，咱也期待即款的更新
伫咱所徛起的台湾。伫即搭经文内面，也互咱看到生态受到医治甲恢复。今仔日世界面对生态危机，即款的问题愈来愈严重。但是第7节咧讲起，炎热的沙地会变做水池，干燥的土地会变做即个泉源。即款的图像，会描写受造的世界，大地拢会通恢复伊的愿望。这看起来咱亲像死的画面，但是即款的画面，都是上帝恩典，要互咱知影，将来会变成较尔水。咱嘛要向伫迄个目标做阵来跑走，敢毋是？最近立法院有一寡委员要恢复即个核电厂的即个使用。咱台湾的核电厂核废料已经安怎无所在好囥啊？要恢复，核是若要恢复，但是物件经过20-30档无会用，已经害了了，迄爱开偌济钱？台湾咧思考将来咱的能源政策是啥物？伫明仔暗时，嘛有真侪人要徛出来，去抗议即款要将咱已经停机的核电厂重新恢复。台湾敢无有其他搁较好的能源的这个政策？伫这段经文，互咱看到生态要得到医治、得到恢复，但是咱看到日本311福岛的核灾了后，迄个所在20-30年袂当入去遐，这敢是一种祝福？咱咧看到苏联苏俄的这个切诺比核电厂会爆炸了后，敢有法度人伫遐来徛起？世界应该去思考，安怎互咱的生态无负担，会通互咱世世代代看到的，会通是好徛起，亲像天堂的所在。求上帝爱互咱有智慧来面对这的挑战。这段经文内面，互我看到的是咱爱去参与社会关怀甲人民的工课，因为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第4节甲第5节所行的新约，互遐安怎痴迷会当看见，摆脚会当行，臭耳人会当听到，下狗会当开声，这拢是要提醒咱要带互社会上一寡弱势困苦的人得到祝福。福音应该成做一个转化实际的行动，成做祝福，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咱教会我捌讲过，伫今年咱有一条30万美金的奉献入来咱教会，咱小会设立慈善基金。这个慈善基金，就是要互人看见。伫社会上，基层也是讲有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迄是一个美国一对夫妇，因为着看到咱教会，伊感觉会当来托付咱教会，通过罗水牧师来甲咱教会邀请，咱会通来管理这个奉献无？小会接到，这就是咱的信用责任，敢毋是？咱就将这个钱来收入来，嘛要做阵来思考，对伫社会关怀人民的事工，咱要做啥物？咱毋是将这个钱待伫土里，毋是啦，爱去做。若是上帝互咱是一个5000的教会，咱就爱去做5000，敢毋是？所以咱
收到这个钱，咱嘛有安怎？有政治受难者的关怀的需要，甲咱申请，咱嘛出去第一笔的帮助慈善的基金出去。咱需要做阵来努力，互人会当去经验上帝的疼。咱去帮助对方，甲受帮助者讲，这吼是济南教会特别为着咱的需要帮助的，佮特别会讲起咱教会，这嘛互咱看到，咱的责任是非常的大。第二项我要讲的，咱对国家社会有啥物款的期待？期待会引带咱的方向。米赛亚35章，迄个画面是对澎湖到伫丰盛，对迄个高达到伫滋润，即款的画面，对伫受苦的人来讲，迄是真期待的。我捌讲起我细汉的时阵，阮兜真善，会通讲善到要互鬼掠去。我住伫迄个通化街的巷仔底，阮妈妈迄边虽讲是好野人，但是嫁出去了后，甲阮爸爸是善车人。我细汉的厝真细，一个脚凳扭起来，就是便所，就是厨房。真细间，阮咧食饭的边仔，阮外口出去，就是安怎公共便所，所以要食饭的时阵拢加一味啦。要困的时阵，有当时安怎吵甲醒起来。伫细汉的时阵，我若去亲情的厝，哇，住啦较尼水，我嘛有期待讲，有一日我嘛会当住较好的，莫住伫即个所在。迄个画面一直伫我的心内。啊，咱若想看卖，咱台湾过去受压迫，敢讲迄个受压迫的中间，你望住伫迄款的所在无？无啦。圣经的画面是互咱看到，弥赛亚的图像是较尼水的。这哪亲像天堂？我嘛要住伫即款的所在，敢毋是？你若疼台湾，你就应该互咱的台湾成做一个亲像弥赛亚的图像迄款的所在。所以先知的信息，就是要互咱看到，你期待国家社会有啥物款的期待？你的图像是啥物？这个图像讲旷野会通开花，沙漠会通变做水泉。刘兄这拢会挑战咱对国家甲社会的期待。咱对土地敢有尊重？对弱势者敢有扶持？对公义敢有实践？前几天5月7日，第2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将战役80周年的纪念日，德国的纳粹迄当时投降，也全世界咧讲起战争的伤害，无望阁发生。搁较无容忍纳粹的邪恶，搁一遍来发生。所以纳粹的标记，迄个图像是啥物？迄个图像代表大屠杀，迄个图像代表反人类罪，迄个图像表达出毋是人类文明的价值。看到纳粹迄个图像，对欧洲的人，都真野心，迄个袂客出来顶。但是咱台湾4月16日的时阵，国民党的青年军的成员带着迄个纳粹的背章伫遐顶，到底你要顶的是邪恶，还是你要互咱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图像？迄个4月16日，国民党迄个青年军的成员带着纳粹的背章，佮新纳粹字进入法庭。敢会记得迄当时安怎？德国的在台代表处发声明抗议，线接以色列嘛抗议。咱爱啥物款的图像？咱爱毋是迄款反人类罪大屠杀的图像，
咱爱的是圣经内面先知甲咱画出来迄款的美丽的图像甲对。但是真憾的，因的党主席讲台湾就哪亲像纳粹，因为这个代志，德国在台的协会公开批判，佫指名欠缺历史的敏感。这对一个政党来讲，当然是一个见笑代。但是若将台湾做阵伫国际上，伫遐怎，互咱见笑，这实在是真无好的代志。咱所要经营的一个图像是啥物款的图像？是纳粹的图像，伫台湾遍地拢是吗？啊，是要亲像先知所讲的迄个美丽景象的图像？咱是要到底是要带一个图像？咱是望是一个共产的这个念头伫遐世界屠杀的图像，也是要引带咱行往一个美赛亚的图像？咱对国家有啥物款的期待？对社会有啥物款的期待？这个期待会引带咱所行的方向。先知伫遮的图像，互咱看到，自古以来犹太人天堂的地带，黎巴嫩、加密、沙伦，这款阳光美丽的图像，这是先知所互咱看到的。这拄拄的呼召咱爱行往迄个图像。今仔日对咱的国家、对咱的社会的期待，唔干那是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安定，国较是安怎？互咱的生态会当更新，人的性命、社会对公义的实践，这拢是一个真要紧的图像。也望伫即款的图像、望的下底来引带咱，期待咱台湾会当亲像黎巴嫩的这个百香树同款，会当亲像加密所起造的这个田园同款，也是亲像沙伦会当遍地有玫瑰，显出上帝的公义甲恩典。刘兄弟，咱对国家社会有啥物款的期待？有啥物款的想象？咱望美赛亚家园的图像来引带咱台湾，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你通过先知以赛亚，互迄当时受掠、受压迫的人看见一个美丽的图像。迄个美丽的图像，无阁有残害，乃是武器要拍做镰刀，和平的景象。毋干那是安尼，伫黎巴嫩、伫加密、伫沙伦，要看见亲像天堂一样，遍地美丽的图像。阮期待台湾无阁看见过去独裁，也是白色恐怖的图像。阮期待台湾未来的图像，卖当掠上帝最中心的图像，互阮的期待来起造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互阮的世世代代有民主、自由、法治伫遮来徛起，会通有自由来敬拜上帝，会通有民主互相尊重、表达意见。愿你帮助阮起造一个亲像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迄款的好所在。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免。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
咱来唱圣诗450首，450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请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头一项，今日是母亲节，咱为着妈妈甲先真身兼母职的心灵来代祷。第二项，为着5月17到18各种的会考的举行。第三，为着政治领袖会当有智慧，会当来促进民主甲自由，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
即时请苏县长吴月玲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疼痛阮的上帝，感谢你赐予阮上好的礼物，就是赐予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位疼阮的妈妈。因伫家庭所担当的责任，是你所交托神圣的使命。妈妈用疼甲祈祷守护阮，阮也恳求上帝施恩保守每一位妈妈，甲照顾阮的长辈，赐予因健康的身体，信心充满因，互因的信仰得到坚固。每一天拢有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5月17、18号是会考的日子，求上帝保守准备考试的学生有健康的身体甲平安来参加即届的考试，互因用敬虔的心倚靠你，心内得到平安。也求主帮助因，赐因智慧，将因所准备的会当好好来发挥。求主保守带领。疼痛阮的主，你是有公义、慈爱的上帝。即时，阮也要为着阮的政府来祈祷，求主帮助因，用公义、智慧甲疼心来带领台湾。恳求主，你亲心来掌权，互阮的台湾会当一直行伫民主、自由的道路，行出上帝高人民、施恩甲公义的模样。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即时，咱来奉献。奉献的即个时阵，咱嘛真欢喜，咱的主日学的小朋友，因为着母亲节有做一个影片，因的手做卡片的影片，要来庆祝母亲节。咱奉献的时，咱做阵来欣赏。
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来做咱奉献的祈祷。请坐。今日足特别，因为主日学甲少年团契因要来庆贺母亲节，所以这是咱少气甲主日学小朋友有请。
爱做阵来唱哦，做阵来庆祝哦。我想家己妈妈的手，空气薄薄照落无你，无论大起也是无你，妈妈的手我最心意。祝福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咱看到咱的世界遮尔侪人，咱还是感觉咱足幸福的，对无？感谢主流甲少气感谢遮侪老师吼斗相共这是我来报告。请咱看咱的周报通知事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来报告。5月份的伫月长老是我本身，今日是母亲节，咱若看到咱的小朋友甲少气的小大人，因拢真安排真好的节目，吼，互咱来感觉足温馨的吼。好，今日伫个礼拜中，咱念咪咱真感谢香港的团契吼，香港团契因为着今日的母亲节，伊特别送咱每一个母亲一支花吼，是母亲节康乃馨的花，咱真感谢咱的香港团契吼，因真有心并且咱教会嘛要赠送礼物，互每一位母亲也是讲已经结婚将来要成为母亲的会当摕到这份礼物。纪念愿上帝来纪念老师甲同学甲家长所有在少年团契主流因即届的准备。第2项学生学青团契就是大专的新生都要开始要填志愿啦。那欢迎咱的兄弟会当介绍，咱的亲戚朋友有囡仔要来台北读册，会当加入咱这人教会的学青团契。第3项，去年2024年的奉献的收据的证明，咱已经上传，但是咱若是无资料，互教会要摕纸本，嘛会当欢迎来到咱的办公室来登记。第4项，圣经学校春季班今日暂停。本学期因为良心长老因为身躯无讲介好势，所以伊的课程就拢暂停。且伊即班的学生学员会当到别个班去上课，也请大家为着圣经学校来带导甲奉献。第6项。咱教会的导览甲导览的培训，定伫5月18。若有兴趣的人要了解教会，是讲要会当诚做志工，欢迎来参加。时间是伫个5月18下晡3点半，伫个咱教会礼拜堂。灵观电影《自由画师》这个电影嘛是伫个5月18，是后礼拜暗时6点半。伫个大礼拜堂来举行。第8项，今年的儿童暑假儿童营开始要报名，
若要报名会当问会当请到社phòng长老还是办公室来办理。时间是7月初1到初4，有4天的时间。团契消息，请咱家己看。教界消息，伫个初5月13拜二下晡1点半，伫个教会这边有葫芦埔西小区的聚会，是要庆祝母亲节，主题是庭园下午茶音乐飨宴，欢迎来参加。近期的事工，下晝的事奉人员。顶周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看。这时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请安。这是来介绍咱中间的新朋友吼，对文库部转来的陈英洲市会馆甲义军，毋知恁坐哩大，请起立，互咱来欢迎。英忠欢迎。请坐。过来介绍的是伫美国的朋友吼，Karen Sorensen welcome you come in. Please stand, OK. 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那还未摕到花，会当举手。好，那咱的新歌队里面爱记个补发吼。那还未摕到礼券的嘛，爱请举手一下吼。好，这是咱来吟上吟圣诗391首，圣诗391首，乌老天顶主宰，请起立来吟。但愿最后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的教应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闭会。因为煞只过礼拜堂要聚会吼，咱会当对后壁门这边过去办公室对中庭伫遐地饼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请咱会友会当刷咱的骹步来到后壁吼，后壁的地饼会。然后需要牧师替你带导，会当到边仔的雨伞骹，牧师为你来带导。祝大家母亲节快乐！